後來過來嘛是因為原物料的成本一直起價，所以中華真有名的在地美食阿中肉圓嘛要起價咯，起5塊，為一粒55塊起到60塊。QQQ 的肉圓果然搶接，原本一碗55塊中華在地真有名的阿中肉圓，4月開始要起價啊！較早會記你那個30塊的款哦，變50、變55、變60，合理啦。阿中肉圓打廣告消費，今日開始肉圓起5塊錢，每一粒60塊。業者3年半無起，講即馬無法啊，因為原物料成本直直起。成本的關係啦，塑膠袋啦，那個丸啦、蓋子啦，哈，那個什麼醬油。另外，這一間飛彈口傳肉圓業者佇咧3年前就公告起5塊，嘛講有可能會擱再起。豬肉漲2倍，然後糖、醬油，然後甚至連塑膠袋都漲。但是如果真的撐不住的話，會微調5塊錢。那報道肉圓生業者講糖鹽攏起價，而且糖嘛起5塊，肉圓敢會起？講照個變化。合理啦，合理啦。物件糖則貴着起5塊，你講咧以50來講，嘛還 OK 啦。頭家算盤真高調，人講材料成本攏愛掠，若個起價對人客就歹勢呀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